係1萬年前嘅冰鮮肉咧，都仲係可以食，係鮮甜嘅喎。於是就叫大臣咧逐一逐一咧上前去親吻佢嘅屍體嘅手。Hi， 上次同大家分享咗刑還首期，我估唔到個反應咧咁熱烈喎，足以證明咧呢本書真係大家嘅集體回憶。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嗱，喺呢一度咧，我特別要多謝一位朋友，因為咧喺上一次我臨尾嗰段片段咧就話呢本書咧係香港讀者文摘編輯部咧會編出嚟嘅，但係咧佢又話俾我聽，原來呢本書咧早喺1975年咧已經有一個英文版，咁原版個名咧就叫 Strange Stories Amazing Facts， 咁係根據呢一個即係英文版讀者文摘出嘅書咧，而係去編繪出嚟，就變成為中文嘅刑還首期。咁嗱，不過講開咧，呢個名刑還首期咧，確實係改得非常之精彩嘅，因為原名咧就叫 Strange Stories Amazing Facts， 如果直譯出嚟咧就係奇怪嘅故事、神奇嘅事實，咁聽落去就好冇味道啦。咁如果要改做近似嘅話，咁我好記得咧，即係翻譯裡面咧有一句説話就叫做信達雅，信就係即係要同啦、相同啦，咁即係唔好走樣變形啦。達咧就係要通達，係要通順嘅。咁至於雅咧就要古雅。咁刑還首期個奇字咧就已經代表到 Strange Stories 嗰個嘅奇怪同埋 Amazing Facts 神奇嗰個奇字啦。咁至於刑還，咁刑字咧，我記得我細個係唔識呢個字嘅，因為當時又冇東瀛遊，聽個東瀛係代表日本，到大個先知道呢個刑字咧，3點水做個贏咧，原來就係代表大海咁解。咁而還咧就係代表陸地，咁即係話上天下海入地咧，去搜羅一啲奇怪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刑還首期，你話幾咁古雅咧？你話如果唔係叫刑還，可以叫做乜嘢咧？寰宇首期，我哋又成日都聽啦，寰宇呢兩個字，又或者係列國首期啊，又冇乜特別，所以我覺得咧，中文版改做刑還首期咧，絕對係一個好精彩嘅譯名。嗱，不過講翻咧，刑還首期上次咧一集就講唔晒，今集咧再同大家咧分享多一啲。仲有一個有趣嘅故事咧，我就記得係講緊上個世紀初，咁就有一班科學家咧喺西伯利亞，咁佢哋就揾到一隻被冰封嘅長毛象，咁據講咧已經有1萬年嘅歷史㗎啦。咁特別之處係乜嘢嘢咧？佢哋就發現呢一隻長毛象咧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咁甚至有一啲科學家咧，佢即係將其中有一啲嘅肉咧挖咗出嚟，咁嘗試食咧。係1萬年前嘅冰鮮肉咧，都仲係可以食，係鮮甜嘅喎。咁點解會咁奇怪咧？亦都令佢哋咧諗起一個好古怪、解唔通嘅問題，就係呢隻象咧喺佢個口裏面咧就揾到一啲金鳳花。咁即係話其實呢一隻象咧喺佢臨死之前咧係食緊呢一種植物。咁而最特別嘅咧就係呢種金鳳花咧，佢哋嘅推算其實就喺一啲溫帶嘅地方裏面咧先至有嘅植物。咁到底發生咗咩事，令到隻長毛象喺度食下呢一個嘅金鳳花嘅時候，忽然之間即係個天啊驟降咗，我諗接近數十至到近100度嘅溫度，令到呢一隻象咧係忽然之間被急凍嘅咧。因為佢哋話，如果個象肉咧唔係一個極端低溫嘅狀態底下，其實佢啲肉咧係唔可以維持到咁耐嘅。咁當然啦，即係嚟到今日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揣測，咁亦都有人話當時咧西伯利亞唔係咁凍嘅，咁係因為一次嘅地震火山爆發，將一啲即極高溫嘅空氣咧逼到上去呢一個嘅大氣層，咁而係跟住咧因為一個反常嘅現象咧，就令到嗰個天氣由好熱變咗做極端凍嘅溫度咧，迅速將呢一啲嘅即係長毛象啊或者係其他嘅動物咧，就冰封起上嚟，咁又由於因為地震啦，佢哋可能跌咗落啲坑度，加上呢一個低溫，令到佢哋咧係喺一啲嘅淤泥同埋一啲冰封嘅狀態底下，結果咧就咁樣保存咗1萬年。至於另外有一個古仔咧，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就係講咧喺1360年咧，葡萄牙有一個皇帝啊，佢舉行咗一個咧好怪異，亦都幾核突嘅一個儀式啊，就要啲大臣去參與。到底係咩一回事咧？
原來就係啲高官大臣咧，要奉皇帝之命喺呢個大堂上面向一隻屍體嘅手親吻。點解會咁呢？原來背後咧有一個好淒怨嘅愛情故事。咁話說咧，呢一個國王叫做伯多祿，當佢仲係做緊王子陛下嘅時候，即係未坐正啦，就認識咗一個咧叫做嘉士底爾公主恩妮。咁呢個公主咧就充當咗咧伯多祿夫人嘅婢女，咁但係就同佢咧就有呢一個嘅私情。咁當時咧老皇帝咧就覺得，咦，咁實在太唔合宜啦，亦都好懷疑呢一個嘅恩妮到底佢係為乜嘢東東咧要同呢個仔咧搞出一段私情咧。於是咧就使橫手揾人咧就殺咗佢。咁當然啦，伯多祿咧就好傷心啦。直至到佢當上咗皇帝嘅時候咧，佢就要清算翻邊個曾經咧係代表佢爸爸去刺殺佢呢個情人，將佢捉咗之後咧挖開佢嘅心肝嚟泄憤。咁為咗咧即係要紀念呢一位恩妮佢咁喜歡嘅情人咧，於是就叫大臣咧逐一逐一咧上前去親吻佢嘅屍體嘅手。咁即係代表呢個心裏面咧已經當佢係一個皇后啦。講起刑還首期同埋讀者文摘咧，咁啊有好多朋友都有一啲嘅回憶，咁我都覺得幾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咧我都有類似嘅經驗。咁啊刑還首期之外咧，當年讀者文摘都出過好多嘅書，包括誒自然界奇觀啦。呢本咧我係非常之喜歡嘅，因為裡面咧有好多彩圖，影咗有啲嘅植物啦。有啲嘅動物啦、昆蟲啦，都係非常之精美。咁另外一本咧就叫做《地球的奧秘》。咁我好記得當時咧，阿爸訂咗一本叫《地球的奧秘》，一拎翻嚟嘅時候一揭開，裡面除咗本書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嘅紀念品，係一格格嘅。咁咧就係有一啲嘅石頭，唔同嘅種類，譬如有瑪瑙啊、琥珀啊。有一啲嘅藍色嘅閃石啊等等啦，佢每一嚿石頭咧都標住咧到底嗰個係咩嘅名。咁所以咧，除咗書本之外咧，你有即係實物揸上手咧，你分外覺得係好珍貴嘅。咁而讀者文摘係一個幾大嘅機構，佢有趣嘅地方咧，好多時都會先送書上嚟，你只要訂就得啦。佢直頭寄書俾你，寄完咗書之後咧，你慢慢俾錢都唔遲。咁有一個朋友咧就分享就話：咦，嗰陣時反正都寄上嚟啦，咁寄完之後冇乜點樣回應佢，幾個月都唔收錢，咁咪即係我哋咪免費睇到書咯。咁點知有一日咧，真係有人拍門上嚟，係問你找翻條數啊！咁呢個都幾有趣啊，即係十足十好似大耳窿咁樣樣。不過咧，人哋就好有禮貌嘅。咁亦都話俾大家聽咧，當時讀者文摘其實嗰個嘅規模都好大。咁而定期咧，如果你訂過一次讀者文摘咧，你就一定會每個月差唔多每個月都會收到佢一封信。咁嗰封信咧好有趣嘅，通常都會寫住恭喜你，你已經中了大獎。咁由20萬到100萬不等嘅，哇！即刻好吸引你啦！一揭開又口揼揼咁樣樣嘅喎，裡面通常咧都會有條鎖匙或者有一個嘅記認啦。咁搣出嚟係實物嚟嘅。咁跟住就話俾你聽啦，哦，原來你揸住呢條鎖匙咧，你已經將會得到一架豪華嘅房車啦。只要你訂閱我哋旗下嘅乜乜乜乜嘅刊物，咁你就有機會得到噶啦，又或者得到現金獎啊咁樣樣。咁呢啲咧，我相信咧都係大家即係如果有買過讀者文摘或者訂閱過讀者文摘嘅一啲嘅集體回憶。咁今日咧分享呢一個嘅刑還首期咧就去到呢一度啦。下次咧我會再同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舊書。